歡迎大家收睇2026年4月6號星期日沙田馬場草地 B+2跑道一共11場賽事嘅賽馬貼士。今日嘅第3口馬鐵將會有30萬嘅多寶獎金，第7場嘅4重彩及4連環將會有300萬嘅多寶獎金，第9場嘅4重彩及4連環將會有100萬嘅多寶獎金。頭場賽事嘅開跑時間係下午12點30分。第一場賽事4班草地日次密直路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1號閃電小子、4號三代之星、9號極速神影同埋11號枕頭之星。第二場賽事5班草地12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8號黃金盒、5號手進、1號果然僥倖同埋10號機械騎士。第三場賽事係今日嘅第一口3寶嘅頭關，4班草地16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8號天蓬貓、1號紅衣醒目、2號盈妙星同埋5號萬事勝利。第四場賽事4班草地14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1號威武年代、8號加州勇勝、3號機械之星同埋10號暴風一族。今日嘅3鐵將於第5、第6、第7場，冇多寶獎金預計派出200萬。第5場賽事4班草地12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6號尼高伯斗、1號堅先生、3號千杯不醉同埋14號同喜。今日嘅6環彩將於第6至第11場6寶獎嘅多寶獎金係350萬，預計比賽1100萬。第6場賽事3班草地1000米直路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1號好評如潮、4號會長之寶、12號幸運堂同埋5號星運傳奇。第7場賽事國際2級賽短途錦標草地12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1號力爭連勝紀錄嘉應高升、2號驕陽明區、5號美麗第一同埋4號好有心得。第8場賽事3班草地14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2號千帆區、6號超勁赤兔、4號日四美麗同埋5號同心同夢。第9場賽事係今日嘅第2口3寶頭關國際2級賽主席錦標草地16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1號遨遊氣泡、5號舉步新風、8號續緣同埋14號桃花開。
第10場賽事，兩班草地14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4號時時歡聲、8號維金主、1號健康愉快同埋9號遙遙領先。今日嘅尾場賽事嘅預計開跑時間係黃昏5點55分。第11場賽事，三班草地20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3號奔放、4號有熒光、5號共享富裕同埋2號華利茲。